各位姐姐们的亲朋好友，大家好！欢迎大家莅临花样芭蕾舞团，请掌声鼓励，谢谢。其实看不太到自己跳哦，观众觉得如何？真的很棒，很有品味。真的，我来问一下好了。啊，真的很棒，很漂亮，真的是意想不到。真的，完全跟平常差很多，完全不一样，出乎意外的有一点惊艳。哦，真的，真的很惊艳。那你觉得嘞？我觉得他以他这个已经60几岁，这样真的是不要强调年纪，让我很傻眼，因为他平常不是这样子，他们可以跳出这么美妙的舞姿，真的超棒的。